よろしくです。日本萬博4月13號就即將開幕啦！今日4月5號攞到 test run 嘅飛，率先同大家一齊去體驗下啦。萬博最早係9點鐘入場嘅，嚟到蒙州站9點半左右，即刻衝上電梯揾下東翼入口喺邊度先。一上到嚟覺得勁空曠，喺遙遠嘅地方見到有一堆人喺度排緊隊咯喎，搞到我都即刻行快2步揾下龍尾喺邊度先。當日可能有分9點或者10點鐘入場啦，咁10點鐘呢就唔俾佢哋行住先嘅。我今日拎嘅呢就係 test run 嘅飛，所以淨係得一個 quota 可以 book Pavilion 嘅入場。正常嘅萬博券呢就會有5個 quota 啦。2個月前開始抽選，都建議大家快啲去預約啊。想 book 嘅時候呢，一啲比較 popular 嘅館，例如日本館、NTT 咁樣都已經 full 晒啦。而家係10點20分，我終於入到嚟啦。頭先係9點半落車嘅，啱啱過安檢，我淨係拎咗部電話出嚟同埋呢一個 Insta360，另外就除咗呢件 jacket 嘅。我拎咗一個鋁罐裝嘅樽啦，佢都收咗我啦。咁另外就我見到一啲膠樽裝都冇問題可以入到嘅。呢個就係成個萬博嘅場館。搭交通工具呢就會喺東翼度落嘅，揸車過嚟嘅入口就會係西翼。見到吉祥物 Maku 啊！一入到嚟就見到大屋根 ring 啦，佢係全世界最大嘅木造建築，仲入咗健力士世界紀錄添。入到嚟呢一個位有一種好震撼嘅感覺，因為我係 test run 嘅飛，只係 book 咗3點半去 Obake Wonderland 啫。東翼呢個位置係日本嘅主場，包括有日本館、Health Reborn、NTT 呢啲館好 popular， 好難 book 噶。唔好迷失咗喺大屋根，快啲去揾下日本館喺邊度先。見到有機械人喺日本館外邊巡邏喎，等咗半個鐘入到嚟日本館嘅門口啦，喺外邊可以嘟聲音導航。萬博嘅主題係創造未來嘅社會，令到生命更加光輝，所以好多館都係講緊未來嘅再生能源、社會、城市、房屋嘅設計。日本館分咗3個部分，喺呢度又排隊去睇隕石啦。呢度包咗塊膜，其實都唔係好摸到嚿火星石。呢度話火星石係生命嘅起源，因為入邊有微生物，而微生物就可以分解二氧化碳啦。轉個彎竟然見到 Hello Kitty 化身成海藻喎，原來佢想講海藻可以有效咁樣吸收二氧化碳，比起杉樹多14倍咁多㗎。成個場館都好大，用咗光影等等，令到我哋感受到生命嘅震撼。嚟到呢度就係用海藻做原材料，跟住就再利用 3D 打印嘅技術，將佢變成一張凳仔。咁樣嘅話，凳仔入邊嘅海藻微生物係咪仍然生存，可以吸到二氧化碳㗎？出嚟之後，大家都試坐下呢張凳仔。都幾好坐嘅，有彈力，可以睇返我另一條 shorts。除咗頭先 Hello Kitty 之外，仲有哆啦 A 夢，用一啲比較 eye catching 嘅方法，令大家更容易明白一啲抽象嘅主題。出嚟之後就梗係有紀念品買啦。而家係11點46分，終於行完日本館啦。嚟日本萬博點可以唔嚟日本館啊？行完啦，仲有印仔級添。入去嗰陣得2行蛇餅，出嚟就已經咁多人啦，大家趁早入去啊！萬博仲有其他設施，同大家一一去睇下啦。啱啱想預約個識飛嘅車，但係個館仲未 ready 開放。場入邊有好多呢啲 information centre 嘅，咁你見到呢就可以入去啦，有同事就幫你 book 返你想預約嘅活動咁樣嘅。一路行見到其他館都大排長龍啦，有啲館都仲係裝修緊嘅狀態。啱啱呢就搭咗呢個扶手電梯上到嚟呢一個最息力場嘅萬博位大屋根啦。個 ring 有20米咁高，望下對面，全場係有2公里咁長嘅呢個 ring。睇下對面啲人仔幾細，究竟我行一個圈要用幾耐時間呢？頭先喺大屋根下邊望上嚟就覺得好震撼。上到嚟大屋根，
突然見到好大嘅場館，全部都變得好細粒，啲人都係靜止嘅狀態咁樣，同曼博 official 嘅地圖插畫好似啊！喺曼博見到行走式嘅垃圾桶，當然都有垃圾分類啦。當有人行埋去，佢會停喺度俾你抌垃圾。到過嚟，我哋而家身處蒙州，望到呢一個位，見到我屋企 Kobe 啊！呢度就係明石海峽大橋啦，呢度係淡路島。曼博開幕之後，淡路島會有船直接過到嚟蒙州㗎。如果想由大屋根落返地面，就要揾扶手電梯或者要排隊等 lift 啦。會場有150部呢款 e-sneaker 俾大家租借，最高時速4公里。喺東翼或者西翼嘅入口做登記手續。如果就係食嘢嘅地方啦，大喜水產啦，有大阪王醬、和牛，仲有神狀，好似去咗機場咁。呢度好多都係企位嚟嘅，咁指定食先至可以入去坐，亦都可以行出嚟外邊戶外嗰度坐低。不過呢，如果落雨就似乎可以開呢個遮去遮一遮啦。Food court 嘅上面有大型夾公仔機，1000 yen 夾一次。個職員仲將巨型景品戴咗喺頭添。提提大家喺場入邊要完全用電子支付㗎。呢個廁所超級開揚，一格格咁樣有分男女或者 all gender 嘅。洗手地方就喺外邊，不過個個都喺度打卡，就冇入去啦。大家可以預先 download 曼博隻 app 睇地圖，當日撈唔到就靠呢啲大型地圖啦。呢個就係頭先講想搭嘅空中飛車啦，希望正式開幕嘅時候可以坐到啦。呢度望入去見到自己，但其實都唔係好明做乜。如果迷路就望下個地下，不過淨係睇得明 W 係西翼。點零鐘行到去壽司郎，佢話已經派晒籌冇得入啦。當然食嘢嘅地方仲有好多好多嘅，又見到有啲場館整緊，都好大型好靚㗎。到澳洲館呢度好多人排隊，有陣味，唔知係咪入邊有動物睇呢？見到有呢架 e-mover 搭，職員會問你搭單程定係要一日券，單程400 yen， 一日就1000 yen。佢係電動車，初以為係幾年前講緊嘅5G 無人駕駛，坐定之後望下車頭，原來有司機嘅。佢喺大屋根嘅外圍行走，一路行個景都幾靚㗎。講緊未來發展，唔少得太陽能發電啊！除咗超多嘅太陽能板，大家揾下見唔見着住太陽能發電衫嘅 staff 啦。除咗喺而家呢個西翼，同埋頭先喺東翼嗰度都會停一停，總共就行咗25分鐘。終於見到根特館喺我後邊，同埋呢度就係我陣間 book 咗4點半去玩嘅嗰個館，但係點樣去返另一個館呢？而家2點7喺踢館外邊，諗住就咁 walk in 入去啦，咁但係佢就話已經 close 咗啦。本身 book 咗3點半入去 Obake Wonderland 嘅，早咗10分鐘到，職員話唔入得，book 咗喺指定嘅半個鐘時間內入去，仍然需要喺外邊排一陣隊嘅，所以大家 book Pavilion 嘅場館，記得要預下館嘅地理位置，個館需要行幾耐，同埋要等候嘅時間。呢個館唔係個人賽嚟嘅，純粹係用得意啲嘅形式俾小朋友去學習一啲深奧嘅知識。頭先係 Information Centre book 咗4點半去呢個小飛俠阿童木館，職員仲可以幫你喺門口影相添。1950幾年嘅阿童木漫畫，講緊阿童木喺博士幫助之下再重生。植入咗一個心臟喺阿童木身上，喺呢個館入邊就直接展出咗未來嘅醫療科技，就係由 iPS 幹細胞整成嘅微型心臟，
雖然未駁到其他血液嘅循環系統，但係個心可以自己運行跳動。嚟緊除咗心臟之外，其他內臟都可以用呢個技術。咁呢個就係未來嘅幻想醫療世界啦。Test run 嘅第二日，會場開到6點啫。今日主要去睇下啲設施，仲有好多館等待發掘。大家又想入去邊個館呢？鼓勵下畀個 like 我，comment 同埋訂閱啦。